我即马咱即马差不多有几个人观众？好，安尼差不多30几个。好，安尼咱就来开始吼。我是迄个现代外文系的美粉员，今仔日呢，真欢喜有即个机会来甲大家做伙分享。即马其实你有开始录啊嘛，吼。有已经开始啊。好，今日这是第134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呢，我要来介绍讲，这学期我伫新台有办一个活动，叫做成功台语歌听秀的比赛。所以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讲呢，这个比赛呢，为无搁安尼慢慢啊创，一直到迄个有一个模样吼。所以这个过程是安怎来的？所以这个题目呢，有朋友给我建议讲呢，当用这3个字吼，叫做补办补拍定导补班吼，到尾有班安尼好。今仔日我要报告的内容呢，就是甲大家讲呢，为虾米想要办这个活动有来互大家来看口语组差不多有4组的表演，一组差不多拢互大家看，差不多2-3分钟到4分钟左右。好，刷来呢，真重要是要介绍台文系的网站，这个部分呢，会请迄个吴真老师伊会来介绍。即马来刷来来讲吼，即届办即届的经验吼，其实有足侪欠点吼，这是以后若要搁办的时候，应该爱参考的部分。另外，我有邀请几个有来参加比赛的学生，甲指导老师呢来分享因的经验、因的想法。尾仔就是我家己对这个比赛的一寡感想安尼。好，首先呢，为虾米会有这个活动吼？伫顶学期的时阵呢，阮校长呢有一个想法，伊想要邀请呢学校内底呢人文社会科的老师呢，老师呢拢去找无共款的系的老师来做伙用一个联合的计划。所以我就想讲，以前我拢想要做甲台语有关的物件，毋过拢是家己伫家己的课堂安尼做。我就想讲有这个机会真好，我就去招台文系的老师，搁再医学院的2个老师，阮做伙就来用这个计划呢，叫做成功台语。好，这个计划是1档半，到这学期呢已经经过1档啊，所以后学期阁有半档安尼。好，阮这个计划内底有3个部分，我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讲，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代志，就是鼓励新台老师呢，尽量用台语来开课，这件代志。阮这个为虾米会叫做成功台语成功台语呢有3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成功台语，将台语当作是上个重要的一个语言。若讲会当鼓励所有成功的人来讲，成功大学的人来讲台语呢，安尼阁较赞。所以讲，阮感觉讲呢，要推出台语若会当靠新台来做这件代志呢，效果会阁较好。这是阮的理念。所以呢，阮有即句话讲成功人成功台语，台语一定会成功。为虾米我会感觉讲呢？伫所有的大学内底若要来推出台语呢，新台应该是上届有资本来做这件代志因为阮有4个优势。第一呢，因为这是一个综合型的大学，所以阮的老师甲学生呢人数拢比人阁较侪安尼另外呢，就讲学生呢，差不多有要挖一半呢是南部囡仔，所以因台语的底子就本来比人较好。而且上个重要，阮有台文系，有台文系就有真侪台语的，会当讲台语的学生，阁有真会当指导台语的老师，专业的老师。最后呢，就讲咱台湾唯一有老年研究所，阁在全台湾伫2025年呢，全台湾第一间老人病院呢，就伫咱新台，所以讲。这个长期照顾呢，嘛真需要台语，所以我一直咧甲校鼓舞这点，就是讲呢，咱应该将这个台语呢，当做是新台一个真重要的特色。所以这就是阮的成功台语的主要的一寡理念。
我的部分呢，我有讲就讲，阮即个计划因有3组老师，啊，我迄个即个计划部分呢，我是要推萨鼓励老师来用台语开课。啊，即件代志呢，我感觉真正足重要，因为呢，咱会当看到讲，即马大学拢咧推萨用英语上课，所以呢，比如讲台大即学期呢，差不多有1650几门课是用英语开课，师大有900几门，成大有800几。正大有500几门课，啊，毋过呢，你若来看讲用台语开课，还是用客语原住民语言开课呢？一节课6节课，16节课，阮成大呢是算上介济，所以讲，这拢是伫网络查会到的，所以我感觉这是非常的差足济的代志，所以我就想要，我就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讲，我感觉应该爱鼓励老师呢，加用台语来开课这件代志，所以讲。我的计划部分呢是针对老师，所以我就想讲，我要来办一寡研讨会甲工作坊，甲大家分享讲呢，咱若要用台语来开课，会拄着啥物款的困难，还是讲阮即个计划当提供啥物款的资源，所以我就开始，我嘛去访谈做侪迄种用台语开课足成功的，比如讲师大的蔡安丽老师，啊，搁台大的周婉瑶老师，我拢有去甲因开讲，去甲因访谈。我嘛想要邀请因来成大呢，分享因的经验。结果呢，我家己办第一场一个工作坊，我讲即个用台语开课的经验呢，有报名的老师有17个，真正有来的差不多8个人安尼。所以呢，迄一间我就感觉讲，哇，系啊，我若真正去邀请遐尔有名、遐尔有成就的老师来分享因的经验，可能会足闹开。因为就讲大学教授呢，对足侪人来讲，可能佫无迄个意识，还是无迄个气氛，所以讲真正是足困难。所以呢，尾仔我就感觉讲呢，哇，安尼袂当，我应该爱做另外一件代志。所以这就是我这学期做的代志，就是讲我希望讲呢，先伫成大内底呢，先透过学生将这个台语的气氛呢，先来互烧热，安尼，才佫慢慢啊。叫来，因为老师现在就无闲，所以一摆要叫老师来用台语开课，真正足困难，所以应该是爱先办一寡台语的活动，要开始安尼。所以这学期呢，我就足无闲，对，我会先讲一点，就是讲我今年呢有遮侪时间来做这代志，是因为我拄休假研究，所以讲。我伫第一学期呢，做甲足凄惨，因为我无啥物老师有意愿，所以第二个学期我就想讲要决定为学生部分开始，所以我就办足侪台语的活动，即大家，又比如讲，阮办邀请阿看面来分享伊写歌的经验，阮佫有做即个放假，甲台中教育大学做伙来用放即出放假，尾仔就是办即个比赛。阮办遮个活动真正足认真在办，因为每一场的迄种观众拢算袂少，即比如看面即个有250几个人来参加，即2场电影差不多有170几个人，即个成功台语歌厅秀呢，观众尾仔有97个人，即要有遮侪人咯，这是拢足，阮一直咧宣传，尾仔就甲大家讲，阮是安怎来做即件代志，每一工的办活动呢，阮一定会拢。话即2句话，成功啦，成功台语一定会成功安尼。煞来我就来讲即个比赛的部分即个比赛呢，阮甲叫做成功台语歌厅秀技秀，用英语。另外呢，阮甲号一个迄个英语的名叫做 Taiwanese Got Talent。大家若对即个名即个名呢，尾仔呢有一寡参赛者有足侪意见，因对即个名呢有一寡意见。这尾仔若有时间时，咱再过来分享即件代志。即马来，即个比赛呢，就是有第一个部分是口语，第二个部分是歌唱。重点呢应该是口语，因为有法度用口语伫台顶表演呢，这是无简单的代志，这个时代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毋过为什么阮办歌唱呢？因为感觉歌唱歌呢，歌唱这应该当吸引较侪人，而且一场比赛内底若有歌唱呢，歌唱会较闹热安尼。所以阮的歌唱组呢，这毋是阮的重点。
口语呢是阮较重要诶、较要义诶物件，歌唱组呢，伊诶奖金第一名是3000，第二名2000，第三名1000块。口语诶部分呢，因为这较无简单，所以呢，口语呢第一名是10000块，第二名5000，第三名3000。阮开始办诶时阵人足少诶，就讲足少人报名，所以害阮足烦恼诶。所以尾仔阮就用一个奖金叫做，只要呢有参加，而且有进入决赛，有参加决赛诶队伍呢，就一定拢会当摕到1000块诶奖励品，所以这阮家叫做呢成功少年奖。有法度来参加决赛诶时阵呢，你就已经比人较成功啊。所以讲，阮就去提供这个奖励安尼。这个口语组呢，会晓得讲用5分钟到7分钟的时间，透过台语伫台顶呢传递一个正向的主题，也是讲要介绍一个趣味有路用的知识、有意义的知识。伊要用演讲、广告词、答喙鼓、talk show， 还是要搬戏，拢会使。差不多上无爱80%呢是台语的演出安尼。所以这个是口语组的部分。阮这个比赛呢，这个决赛的时阵呢，阮的标准呢，就是讲，阮较注重的就是伊用台语来表演的内容呢，第一要有创意，而且伊的内容要有意义，有较正向的意义，所以这个部分是60%。来呢，伊的台语呢，是毋是讲了真端正，是毋是真水气呢？这较无遐尔重要，所以这是20%。伊的这种肢体语言、声音的表情，这是20%。所以上爱重要是这个就透过这个，阮就竞出头前的3名。我这个比赛办法内底，佫有加一项呢，我感觉这是一个较特别的部分，就是讲，阮有讲呢，观众的投票嘛是成绩的一个部分，安尼因为阮感觉讲一个表演呢，上个重要其实是观众，你要互观众感觉呢，哇，够赞的表演，安尼才是算作是成功的表演。所以呢，就讲若评审感觉真赞，观众嘛爱感觉真赞，才有效。所以这个部分呢，毋过尾仔阮就发现讲，这个部分引起足侪麻烦，因为呢，这观众的分数要安怎甲评审的分数做伙算我甲阮的助理讨论足侪摆，拢无啥物较好的方式，所以尾仔呢就放弃啊。尾仔就是讲呢，头前的3名拢是评审来排成绩，毋过呢，阮有若保持这个观众投票，观众投票的这个奖金呢，这个就另外2个奖，一个叫做最佳人气奖，另外一个叫做观众特别奖安尼，所以这2个是尾仔加出来的奖安尼好，来呢，阮这个比赛呢，更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讲，阮阁有安排这个舞台表演的资源，就讲伊进入决赛了后呢，阮会安排老师，差不多用3点钟到5点钟的时间呢，来互伊的这种舞台表演的技巧、声音的表情呢，会当更较端正。伊若感觉讲伊的台语呢，嘛需要趁这个机会，互伊台语更较水气的。阮嘛有找台语老师来斗3工。所以这拢是讲伊自由的意愿。伊若感觉伊安尼有帮助，伊想要安尼，阮就帮伊安排。所以讲，这个部分呢，我就招足侪老师来斗3工，所以差不多有10几个老师来斗参与这个部分。为什么要特别用这个部分呢？因为我家己一直拢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咱若只要办任何甲台语的活动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就是讲，爱尽量办好势。你若办无好势呢，这对台语真的是一个伤害。所以若要办，就爱办好较好，爱办好足赞。所以讲呢，学生的表演嘛爱互感觉真正是足赞的演出，安尼才会互人感觉讲，哇，原来会当用台语来做遮尔好的表演安尼。所以阮就这个部分呢，开真侪时间。而且老师的指导的部分呢，这个老师呢，阮差不多初审口语组的初审呢，差不多有10个老师。这10个老师拢是我特别去找，就是讲我知影这个老师呢，伊平常时呢对这种表演的物件有兴趣，伊嘛较有热情，我就请因来看
阮诶迄个即20几组诶迄种因诶表演，啊为因拍分数。因咧拍分数时，我就请因讲呢，因有若爱去注记讲呢，伊爱去比如写3组呢，比如讲我感觉即组呢，我会当互伊搁较赞。透过我诶指导会当互伊搁较赞，所以即组是我诶第一个上要指导诶组别。吼，啊来第2组、第3组安尼吼，每一个老师拢有写伊头前诶3个偏好。每一个老师，阮嘛互伊一个正严诶即个时间，比如讲，伫即礼拜你上尾爱指导一届，啊，第2礼拜、第3礼拜拢总上尾拢有一届安尼。吼，啊，即马来学生诶课定落来了后，吼，啊，阮阁会安排台语老师，吼，啊，即马来阁有一礼拜呢是口语阁即指导，吼，啊，即马来着5月25着正式比赛安尼。吼，所以讲即个过程呢，差不多有4礼拜呢，拢是咧指导遮学生安尼。好，即马呢，刷落来呢，我特别用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来分享讲呢，有经过指导甲，就是因咧初赛的作品甲因决赛的作品的差别安尼。吼，即马我正好要放4组迄个口语的部分，因为大拄仔伊即种大拄仔头前的影片，咱拢有看到歌唱组的部分，吼，所以讲即马我特别来放即个口语组。口语组的主要目的就是互大家来比较讲有经过指导吼的差别安尼。即个第1组吼，这是品味因即组吼，因的题目叫做早期的问题。好，来这。孙女，来甲我讲名去。你嘛拜托者，即摆大家拢用手机仔咧算明星3缺1，怎我甲你用插头的算啊？这手机啊，机遐尔细，阿公已经有年岁啊，目睭模糊，哪有可能看有啦？无咧，你去庙头前去找你的老朋友啊，莫甲我烦啊！这口囡仔吼，即摆愈来愈真水真正呢。来，我看明你拢咧看啥？阿公，我毋是国中咧同事咧看抖音，迄画面阁会跳针，到底有啥物好看的？不懂啦。紧的啦，来甲阿公看广播电台，听讲广播电台都咧唱安慰金曲呢。阿公，你拜托放迄条歌啊，真正是上够有力的哦。别。梦境成龙啊，无相分，痴情不嫁冤门。就迄当阵，要栽培你的老爸，我嘛是付出袂少的心血呢。外孙呢，你着爱好好读册，以后家己再出头天，较袂去乱看袂起，知影无？又过来啊！我知影，嘿嘿，你看，佫无咧插我。各位观众朋友啊，你敢知影阿公和伊的乖孙呢，到底是咧吵啥？吼，无毋对，就是媒体差异啦。好，早期的媒体甲现代媒体到底有啥物无共啊？吼，上大的无共就是3C 电子产品的网。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品味呢，伊尾仔开始呢，伊就是讲伊开始咧讲即个比较早期问题，甲即摆有啥物无共款，伊呢就会变做讲是伊家己咧做报告安尼，这就较亲像咱学生啊咧报告一篇一个作业，即摆咱来看因尾仔的表现，我应该爱强调一点就是讲。每一组因家己拢足认真足拍拼，所以讲咱毋是讲这完全是迄种老师的指导老师的因有若正拍拼咧咧准备。咱即摆来看因的尾仔的表演、决赛的表演，咱有若是共阮差不多看1分钟半。孙诶，来甲阿公行棋啦！哎哟，阿公哦，即摆大家拢用手机仔咧算明星3缺1，阁有 Candy Crush， 怎可以甲你用插头的算啊？咱来看 YouTube 好不好？阿公哦，已经有年岁啊呢，目睭模糊，手机仔机阁遐尔细，是安怎看有啦？阿公，真正足
足啰嗦的呢。啊无，你去庙头前找你的老朋友开讲，好不好？来，去庙头前哦，好，来甲我还。哎呦，这个囡仔哦，即马愈来愈会晓应嘴应舌啊呢。好啦，无爱甲老公惊去，袂要紧。来，还是甲老公听电台啦，甲阿公的收音机起来。阿哥，哇，我无想要听电台啦，迄足无聊的呢，因新闻。好啦，我想要听 YouTube。安静听。哦。大家好，欢迎来到红山声音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志明，今麦是7:05。首先要来甲大家提醒的是，最近地动足济，出外时就要多加注意，较袂去互空棒撞到哦。空棒撞到是真足疼的呢，所以大家一定千万爱注意哦。即麦有人要 call in 入来啊呢，咱来看卖有啥物款的需求吼？喂？聊的呢？既然你想要听电台，好啊，我来听 FM98.3电台，好不好？有 BLACKPINK 啊，TWICE 啊。迄无共赶快啊，阿公。人志明啊。好，因即种呢，上爱重要就是讲，因上爱大的改变就是讲，本地是报告的物件，因将因要报告重点呢，拢透过搬戏来将重点表达出来，安尼。好，即马来，咱来看第二组，来开始。这是闽家医学院的闽家，伊的主题呢，因为伊有参加一个叫做医疗服务队，伊来分享伊拄到的一寡迄个故事经验。这个部分闽家咱爱为1分钟开始稍等。我开的时间上多，我感受嘛上深的一个社团。伫我第一届来的时阵，先摆就甲阮讲，阮这个社团、这个活动真特别。阮毋是咧陪因成长，阮是咧陪遮老大人渐渐仔咧老化。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大家一定听到唔煞煞。无关系，续来，我就来分享我家己的亲身的经验，互恁听。而且，这个部分你肯定当注意讲，个闽家伊迄种声音的表情的迄种表现有啥物无共款。要看要甲确定的迄种要决赛的表现。在做访问的经验内底，有一个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杨鸟阿公，是即个。杨鸟阿公伊足热情的，只要阮来伊拢足欢喜。恁来啊恁去遐坐一下，遐困一下，我入去内底提一下物件出来者，等我一下哦。对啦。即个足久无来啊呢，恁敢有熟悉？伊像要3、4天无来啊呢，伊嘛是恁时代的啊，咱做伙来，我有做伙翕相过啊，你看。我足少看到阿公阿嬷甲相片保守啊遮好的，而且个相片内底，我会当看到阿公一档比一档愈来愈老，头鬃嘛一档比一档愈来愈白，毋过阿公的笑容确实一档比一档搁较欢喜。原来，这就是先摆常常甲阮讲的，阮是咧陪因老化。有一届，好，即马咱来看决赛的部分。稍等者。去访问7个老大人的时阵，无人要插你，有时阵爱去几落摆才会当见着面。伫我读大学的这几冬内底。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现代医疗服务队。阮服务的对象是7个老大人。伫我第一摆参加的时阵，前摆就一直甲阮交代讲，阮这个社团真特别，因为阮服务这老大人的目的，毋是咧陪伴因成长哦，是咧陪伴因老化。哈？为什么是咧陪伴，毋是咧陪伴因成长呢？接落来，就由我来讲这个故事，互恁听。伫遮尔多访问经验内底，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7个的陈阿公。阿公只要看到阮来拢会足欢喜的。请问陈阿公敢有伫个？阮是新大医疗服务队的学生啦。阿公，你食饱未啊？阿公，你食这酱菜伤咸无好啦。
啊，莫讲迄啦，迄无咸无咸的，是要叫我哪吞下落去啦？恁讲对无？迄我嘛食要7、80档啊，无要紧的啦。来啦，莫讲迄啊啦，恁看这个相片啊，拢是迄哦，较早捌来找我的学生囡仔呢，我拢都会记一咯。哇！看到阿公遮尔保守这个相片，我真感动。相片内底的阿公虽然一档比一档更较老，也毋过伊的笑容煞愈来愈欢喜。原来这是先摆常常咧甲阮讲的，阮是咧陪伴这个老大人咧老化，毋是咧陪伴因成长。好，接来咱来看玉琪，歹势，这声音有点歹控制。这迄国赛声声拢特别大声吼，特别清楚。玉琪呢是迄系统系的学生，伊介绍呢因家己一个足特殊的迄庙会的文化。咱来看伊迄头初赛的迄作品，这个部分。今仔日我要讲的主题是系统系4年的张玉琪。今仔日我要讲的主题是大树爷文化节，打鸟文化之旅。啥会讲这个主题呢？迄是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大树爷文化对于阮闽南囡仔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一个祭典。啥会叫做打鸟文化呢？迄是因为较早这个所在，迄是平埔仔咧住的，因叫这个所在叫做打鸟。今仔日较叫闽南。好，要讲大树爷文化咧，进前爱为即句话开始讲。大树本无庙，哪咧啥闽南会出现大树爷庙咧？迄是因为较早即个地理环境，佮有即个迄个年代的背景。好，伫地图顶悬，下面这是嘉义县，顶悬这是云林县。今仔日要讲的闽南伫地图的中，这是闽南，这是新港、溪口。佮过有一个北港，伫咧闽南附近大部分住的拢是漳州人，伫咧北港附近住的拢是泉州人。伫咧清朝时阵，大家知影泉州、漳州袂合，讲话、腔口、生活的习惯，拢无啥共，所以常常有烧饼装的状况，可能要抢物资，无就是有起冲突，毋知影，毋过就是有烧饼装的状况。你烧饼装了一定有死伤嘛？这死伤了的尸体若无好处理，以当年的卫生条件。这是初赛的部分。初赛的部分呢，就是讲虽然伊是要介绍一寡知识，毋过呢，真容易就变做讲，是咧报告，是学生咧做报告安尼。即马咱就来看伊的国赛的表现。好，大家好，我是系统系张玉琪。现场敢有观众朋友是为高雄来的，有无？为高雄来有无？恁高雄较早叫啥物？恁敢知影？打狗对。现场敢有人是为嘉义的闽南来的，有无？一个、两个。较早闽南叫啥物？恁敢知？打鸟对，这就是我今仔要讲的大树爷文化节打鸟文化之旅。伫咧阮闽南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大树本无庙”。咱咧是安怎闽南会出现大树爷庙咧？我来讲互恁听。这是嘉义的闽南，这是云林的北港。伫咧闽南大部分拢是漳州人，伫咧北港大部分拢是泉州人，所以定定就烧饼装。若烧饼的话，就有人会死去嘛。这个人若无人甲因拜的话，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一大堆。真正互因乱甲无法度的时阵，只好求神拜佛。要拜什么神呢？当然嘛是专门咧管理好兄弟的鬼王大树爷。接落来，我有一个问题要甲大家请教：恁感觉大树爷的外形看起来是较慈悲，还是较恶相？较恶相对无？亲像鬼共款对？恁看伊。青面獠牙，伊个头壳顶有一对角，伊个喙齿垂落来到肚脐这个所在，是安怎伊个喙齿安尼咧？这是有一个故事的。
真久以前，咱的大师爷毋愿意归顺咱的观音佛祖，所以就含伊修正。啊，修正了一段时间了后，伊的巴肚怎去互观音佛祖沾一骹，喙齿就安尼吐出来。啊，我讲到这，一定有人想讲，哪有可能巴肚互沾一骹就安尼？现场观众朋友要起来，互我沾一骹看卖无？有无？有无？妹妹，你毋通起来咧！我讲尔，你毋通真正起来。好，所以伊伫迄个决赛的部分呢，就有较侪甲观众的互动安尼，有设计较侪即个部分。啊，煞咱来看第四组吼，即组呢较特别，因为即组即两个迄个静书甲贤武，因两个呢本着就拢足够表演着足自然的，啊因表演的是搭喙鼓安尼，所以呢我感觉因的决赛甲初赛呢拢平平厉害，所以我就直接放因决赛的部分互大家看，嘛是共款差不多迄个2分钟左右。这个部分是，大家好，我是阿成，我是公啊，我是成功少年。听人讲成功少年，成功台语，咱既然讲家己是成功少年，那安尼为什么开始拢爱用啊？等下，你有报名考虑？好，因两个的表演呢，因就是用成功台语歌听秀，因咧讲，因想要来报名这个比赛，所以因等于是咧。因咧对话内底有足侪即个比赛的内容，所以因咧讨论讲因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来参加即个比赛。你做，哎，讲到这吼，我本来干那报歌唱组尔，啊，毋过考去做的奖金实在伤多啊。若是一决赛就1000块，啊，着头名有1万块呢。咱即摆就来写稿，安尼毋才对，吼。啊，要拣啥物主题啊？规定讲爱是正面，也是小盖地色。正面小盖地色啊！咱来讲成功台语歌听秀。这个想法袂歹哦。成功台语歌听秀毋但符合规定，而且吼内容嘛较好想。对啊，安尼要用啥物表演形式？演讲、广告词、答出个脱秀、话剧、脱剧、广播剧、书歌拢脱。你想要拣倒一种？我感觉答出个袂歹。安尼咱两人拄好，一个人负责缀讲，啊，一个人负责甲吐。好，安尼我要甲人吐。好，安尼即马开始。大家好，我是阿成，我是公啊，我是成功少年。公啊，我无想要参加比赛，我个拢背袂起来。好，我想到一个办法啦，安尼啦，你来背稿，我来负责讲，安就解决啦。嘛是会使。等下，我拄仔是咧缀讲啊，你咧甲我吐啊？毋是即种吐法啦，用喙啦，用讲的方式甲我吐啦。像你拄则迄种吐法咯，规气摕真实，搁较有效果啦。你是讲到真实？你敢会当真实早伫身躯顶啊？出去，换我来吐啦。哦，听你安尼讲，毋着足够诶。迄当然，而且我个会当用试纸啊甲你吐哦，真是摕来。讲啊，头壳空空，记伫较输老阿公，免为表演内底讲，快伫西半无成功。喂，你安尼讲会伤限，根本就是趁机会甲我考试嘛。我甲你讲，我8点同号嘛看袂少啦，若讲着骂人，我袂输你。干嘛呢？我拿你个大头啦，你自己喙吼，敢若家母尻川，规工伫遐叭叭叫，人家母上无会遐生卵，啊你咧，生鸡卵无？放假赛有，好啊啦，咱头拄仔毋是讲爱讲正面的内容，啊你问我想话正面，好啦，歹势也是我毋对，咱紧做伙来写稿，好啦。好，咱欣赏到遮，所以这就是4组口语组的表现。即马呢，我就来讲呢，阮安怎来宣传这件代志，因为这是第一届办这个活动，所以对大部分人拢以前拢毋知有即种的比赛，所以讲这是一个新的物件。我首先呢，就是讲，我就先为阮的计划内底，甲其他老师参详讲，想要办这个活动，所以阮就先按差不多有11万来做这件代志。因为尾仔呢发生足侪意外，是讲安怎，所以呢钱就愈开愈侪，所以尾仔差不多是开。差不多要18万安尼，好阮这个办法呢，用好势了后呢，差不多第1周即学期的第1周呢，
阮着透过全校的 email， 即 email 伊是会当寄互所有的老师甲学生安尼。好，阮第一礼拜尔，就有13个人报名要唱歌。其实第一天即个消息送出去时，就有人随报名唱歌，所以表示呢，唱歌真正学生拢足介意的，大部分人拢足介意。尾毋过呢，即口语呢，完全拢无人点救，所以我就开始烦恼啊。即个阮就想讲呢，爱去课堂内底，去教室内底宣传即件代志。好，即嘛来，所以讲尾差不多到，所以阮差不多第2周开始的时阵呢，阮就有差不多6个学生甲助理呢，阮就去4界去每一间教室，去先写批吼，阮有2个助理呢，会去联络老师，问看讲伊的课敢有适，阮敢会当利用上课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呢，来介绍即个活动安尼，所以阮差不多有6个人咧做即件代志阮到差不多第5周呢，拢总去过43节课内底宣传即个活动。所以安尼开始慢慢啊宣传，宣传一直到第4周哦，才2个人报名口语组。阮嘛有办即个说明会，办说明会。遮你有看到这说明会每一间的说明会拢差不多10几个人来参加。尾呢，阮阁透过各种的理由借口来宣传即件代志。上较有效的就是透过寄互全校的即个 email 即个物件。因为这是爱透过学校的行政人员来做即件代志，所以嘛袂使讲但不是在咧寄，所以拢爱有理由吼。所以阮第2届就用即个理由讲，阮即马有中文甲英文的办法拢有哦。即马来讲阮要阁加开一场说明会哦，用各种的理由来讲呢，阮要阁透过即个系统来寄遮个消息互大家知。所以讲呢，到差不多第5周阮即个报名呢是到第7周结束，到第5周遮即个口语组呢，才5组报名。迄当时我心内真正足烦恼。歌唱组呢，已经差不多30几个人报名。所以就安尼一直拢足烦恼，所以阮尾仔就搁加一个叫做奖励金，就讲只要你有报名，而且有进入决赛，有参加决赛呢，安尼就有一个奖励金安尼。好阮就足骨力去宣传安尼。第5周的时阵，搁办第2场的说明会。尾仔呢，阮有要增加即个叫做决赛的奖励金的时，阮嘛共款，搁透过全校的 email 系统呢，互大家知影即件代志。所以就安尼一直用。所以到第6周的时呢，总算有21组口语。歌唱组呢，差不多已经差不多。第6周呢，有37组报名口语歌唱组安尼。所以到第7组结束的时阵呢，拢总有差不多26组是口语，83组呢是歌唱的部分。所以你会看出讲呢，歌唱呢是一个足受欢迎的活动。就讲，就算讲是台语歌嘛，足侪学生呢足有兴趣安尼。这是报名的人数。毋过到尾仔呢，真正有来将因的作品交来。这个初赛的作品呢，真正有寄来的呢。口语呢是22组，歌唱呢是差不多74组安尼。好，为什么有这台车呢？这台车呢，就是因为呢，阮有助理呢，最认真咧联络老师，互伊同意阮去伊的教室宣传。有当时呢，毋过阮遮个斗宣传的助理，因本身嘛是学生，有当时呢，因也无法度去，因为因嘛是爱上课，所以有当时就无人，老师有答应阮去宣传，毋过无人要去，无人有法度去宣传时，这个工作我就爱捡起来做。所以呢，我家己差不多有去过17节课，内底去宣传。我每一届去宣传的时，因为心态足大嘛。我若要驶车去，驶到遐就爱去找停车位。我若要用行去呢，一场差不多拢爱开30-40分钟。你行去到遐，搁安怎？所以拢足麻烦的。所以我就规去买一台这个车，会当用骹安尼吐，真紧就当差不多10分钟就当吐到迄个另外一个校区的教室安尼。所以阮足认真咧宣传这件代志。我每一届到这个教室的时阵，迄老师拢会讲，哈，是老师你本人来，我想讲是你的助理会来安尼。好，即马来呢，
这个比赛呢，有遮侪人报名，口语呢，其实这口语组有遮侪人，尾仔有遮侪人报名，这是有故事的吼。这可能某间老师伊就会讲，这个就讲有遮侪，我就是看到讲。歌唱这个部分呢，有遮侪学生遮尔有兴趣，所以呢，本地歌唱的这个评审呢，我想讲哦，这唱歌要拍分数，应该是最简单的代志哦，这可能凊彩找着有人啊。毋过呢，我看到讲哇，大家拢遮有兴趣，安尼袂使，一定爱找较有名的这个评审呢，才会当，才袂去辜负着学生的热情安尼。所以我尾仔这种歌唱中的评审呢，拢是找较有名的台语歌的老师安尼，好。即马呢，就讲头前第1周甲第8周拢一直咧宣传即件代志嘛，经过到差不多13周的时阵大家可能伊拢袂记即个活动即个期间呢，就是讲，阮遮指导老师呢，就是足认真甲遮选手呢，选手嘛足认真咧准备，老师嘛足认真咧指导安尼，因为我即个过程呢，佫有办啥物画面的迄种单笑会，伊的分享伊的唱歌的经验，佫再有放两出两间的电影，即个网架台语的网架，所以呢，为着要宣传遐活动呢，根本拢无来宣传，佫来宣传即个比赛，所以讲呢，阮一直到第13周的时阵呢，才有时间来宣传即个比赛。阮第14周5月25就要比赛所以阮差不多5月14呢，才开始来宣传即件代志，所以实在是足紧张的。阮第一届呢，第一天宣传的时阵呢，开始宣传的时阵呢，才2个人报名。经过3天呢，加3个人报名。到差不多去经过1天的时阵呢，才拢总10个人报名。所以呢，人数真正足少的，所以一直到差不多1礼拜，佫剩1礼拜就要比赛才33个人报名，这个报名根据我以前办顶一间办活动的经验，就讲来的人可能敢若6成有够，就爱偷笑所以我就出烦恼33个人报名，这若真正6成，就差不多10几个人，10几个观众尔，安尼对这个报名的决赛的选手呢，真正是足无公平的代志所以我真正足烦恼，足烦恼安尼。其实阮本地有借2个场地另外一个场地是足会当差不多会当150个观众，而且伊个为虾米会拢做舒适的因为就是人遮尔少，所以讲我就决定讲呢，阮就用阮原来借的即个场地，即个场地叫做历史文物馆伊就生做安尼，伊差不多会当有差不多规个差不多会当有80几个人我若讲硬钱椅入去硬钱一寡椅入去呢，差不多当100个人包括遮表演的人甲评审呢，差不多当100个人安尼所以讲因为报名人真正报名要来做观众人真正足少，所以我就足烦恼安尼，所以阮就搁一直足认真用各种的理由呢去宣传讲阮有请啥物款的足厉害的足有名的啥物阿佳啦，佫再有谢明佑啦佫有猫咪人安尼就一直去宣传安尼我甚至佫写批互系主任甲因讲呢恁的系内底呢有啥物人伊要来进入决赛，足无简单的，所以恁希望恁会当规个拢来帮场安怎所以阮就用各种的理由去宣传即个活动我嘛邀请一寡我熟悉的老师特别写批去甲因讲阮有办即个活动，这是现代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即个台语的歌听秀，即个台语的这选秀的表演所以是第一届所以讲大家一定要来捧场安尼，一直去鼓掌嘛有透过新闻叫报纸去看即件代志安尼所以就一直安尼鼓掌安尼所以到呢比赛的前1天呢歹势我这刷一下。比赛的前1天呢，就差不多有96个人报名96个人报名呢，那真正有来呢，差不多60几个，所以安尼就是差不多拄好结果呢，报名现场迄一天呢，5月25迄一天呢，现场呢有38个人报名，所以呢，规个场地呢，就差不多有134个人安尼所以就是讲。
报名的观众啦，不是报名的迄个真正有来的观众呢，差不多有97个人，吼，所以有一点仔意外。啊，这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这个历史文物馆伊足特别的，伊虽然敢若伊就是爱一个平平的这个场地，吼，毋过呢，因为伊拄好伫新公湖的边啊，伊住遐呢，拜六礼拜拢有诚侪人伫遐咧行，拢去遐行搭，所以而且因为这个场所，伊的门甲伊的窗啊，拢是玻璃，叫透明的，所以讲。你伫内底咧创啥，外口人拢看会到，所以外口有看到内底，毋知咧流热啥，伊就好奇入来看卖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即个地点伊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迄一天呢，所以现场呢，就才有这38人报名安尼。好，即摆来，就讲咱尾仔呢，即个口语的部分呢，口语是阮办即个比赛的一个上界重要的重点。毋过呢，一直拢足少人。到尾的时阵呢，才有总算差不多有20几组来报名，这拢是考台文系。即摆呢，我就请吴真老师伊来介绍讲，咱台文系伫咱即个内底伊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好，咱来请吴真，好无？好请问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好，有听到。多谢。美粉园，佮有线顶的咱台语文的友志，大家好。真欢喜今仔日就是阮会当伫即个就是甲美粉园做伙伫线顶甲各位来报告即个成功台语歌厅秀的即个成果。我煞来用差不多3分钟讲一下台文系的部分。即个就亲像咱头拄仔听到美粉园伊的足详细的说明，就即个伫3礼拜前就是5月25迄天，实在是足成功的一个大型的伫成大的一个台语，特别针对少年人，佮有社区的人嘛有入来的一个足成功的一个比赛一届台语的宣传的活动。伫即届台文系的角色就是讲伫阮为知影即个活动以后阮伫2月22开始，主要是微文老师的课，甲我的课，阮就开始伫课堂顶面来甲学生宣传所以一直鼓励学生希望爱参与即届真有历史意义的成大的即个大型的台语的活动所以微文老师的做法呢，就是直接要求有修伊的课的学生逐个人拢爱来参加爱组队来参加我是特别伫我伫即个大学国文的即门课，差不多有70个学生，嘛是鼓励因爱来参加。所以微文老师的课甲我的课差不多有5门课阮拢伫上课的时阵，为2月份开始就鼓励学生所以阮鼓励的方式，第一就是学生若是伊来参加成功台语，伊会当甲参加的即个来当做伊的基本的报告若是伊有入即个初选有进入到决赛，阮就会甲伊加分伫微文老师的课特别讲，若是你有进入到决赛你直接的即门课就100分安尼，所以就用各种的方式，希望会当鼓励学生来参加即届的即个活动所以伫阮安尼宣传以后刷落来有听美粉员讲，就有诚侪学生有去参加伫3礼拜前，就5月25迄天，我嘛有看到阮台文系的学生嘛有真好的表现当然阮足欢喜，就是看到台文系以外的学生，其实嘛有足好的表现亲像咱头拄仔有看到的即个无共科系，包括医学系也是讲系统系无共科系的学生，互阮感觉讲即马伫学生辈，就像伫5月25即届的表现，会当看到学生辈的即个台语的能力抑阁真好互人感觉真有愿望。虽然这是即届参加的但是普遍来看会感觉即个表现真好的台语的能力阁有伫即个观众的内底有诚侪是为社区台南市成大附近的社区的民众入来参加，因拢感觉真感动就是会当看到学生囡仔用台语来表现，无论是唱歌还是口语，特别因即个口语的内容会结合因的
专业，比如讲医学系的同学，也是这个交通系的同学，也是头拄有一个民雄的吼，厝就是伫家己民雄的，讲伊故乡的故事，所以感觉是一个足生活化，佮足有意义的一个内容，所以阮感觉足欢喜吼，台文系当嘛参与伫即届米粉丸吼，伊即个主持甲真好，佮有足用心吼，规位年头吼，就筹备到即马，有一个真好的成果，所以。咱即马若看到米粉丸伊的即个分析吼，会当看到台文系伫歌唱组内底有12位吼，有来参加，口语组有36位，嘿所以这是台文系伫这届的即个角色，所以我嘛真多谢魏文老师，佮有下令有真侪老师做伙共同来鼓励学生，嘛足多谢阮的系的学生吼愿意来参加，特别有一位学生嘛是想要小讲一个，就是即个但语涵语涵同学伊即届即个歌唱组伊家己唱的即个区间车即条歌咧实际上即首诗区间车即首诗伊个人创作，就伫旧年有得到王玉林诗人检察官第1届王玉林诗人检察官的即个有得奖所以。伫旧年着顶，伊今年佫甲即首诗甲伊谱曲变做一首歌，所以感觉真有意义就是看到台文系的学生因家己创作，家己无论是伫文学还是音乐顶面拢投入伫台语文的即个创作顶面，互阮感觉真欢喜嘛，真安慰。好所以我着简单分享到遮，多谢米粉丸甲线顶的朋友，多谢。感谢无真。这我佮补充的其实来讲，阮这个比赛尾仔甲号名叫做成功台语歌听奖这拢爱感谢这个名呢，有人有意见，毋过阮尾仔感觉讲，就照因的意思因为我感觉讲因的这个想法真好这几个学生当是大部分学生马里、俊义甲欣柔这个新红呢，伊毋是毋过伊甲因即几个敢若是足好的朋友安尼，所以因呢，而且因即4位同学嘛去4届去伊迄个教室内底帮忙宣传即个比赛安尼来讲阮即个比赛呢，歌唱组我毋知遮是毋是用着去，阮现在敢有遮济岁非常今日咧算的时阵是讲，即歌唱组差不多有46岁的学生，有121个人报名口语组是差不多14岁，其中就咱有台文系嘛所以讲呢是现代呢有足济其他的学生有来参加而且嘛有邀请南方老师来开场的致辞安尼好即摆刷落来呢，我就要来简单讲，我已经知影就讲经过即个因为阮是以前拢毋捌办过嘛尾仔办即个活动安尼其实有足济欠点这意见拢是参加比赛佮有一寡观众的因写的意见上个主要问题就讲即个场地伤小无一个舞台后壁人拢看无到头前是咧创啥无法度看到荧幕迄座位拢足乱的安尼你咧有当咧看表演时，佮看到后壁有人走来走去，因为无迄种布幕通互因去换景安尼这音响虽然讲即届呢有真特别有即个学校的音响社因来到支援，而且因甲阮算足俗的因有4个人来到3工，而且佮用因真好的器材毋过因为就讲伊毋是迄种外口足专业的，所以嘛是有一寡欠点安尼，所以讲有一组伊的表演就较无遐尔好，因为是安怎噗安尼阮这比赛的即种过程佮再参赛者人爱注意啥物话，遮资讯呢，相我甲因讲，所以逐个拢尾仔拢是安尼手忙脚乱另外就讲即个评分的标准呢，就敢若评审知影标准观众毋知影，所以讲到尾仔就发现讲呢，即个口语的部分呢，伊个评审选出来头前的3名呢，甲观众心内上介介意的第1名呢，竟然无伫迄个评审的3名内底所以这就是因为呢。即个评审的部分呢，无甲观众分享安尼好即马来这是我感觉即个第4个，就讲主办单位的台语，就是阮遮我家己嘛有伫台底，因为我咧主持还是说明一寡规矩的时阵就是
有几位个观众呢，因特别关提醒遮个代志，就是讲，因为咱这台语名吼，台语人名吼，足侪人袂晓念，所以呢，阮咧报即个啥物人有得奖，还是讲后一位啥物人的时阵吼，阮常常报毋对去，所以这有一点仔漏气，就讲人名拢共画毋对去，所以吼，这就是讲可能台语老师正出来讲，阮共画毋对去，吼，搁来有当时吼，这有当时咱若讲啊，说说啦，吼，还是讲这阮啊咱啊拢分袂清楚，吼，所以讲，虽然讲遮个写遮个意见的人吼，因较要求有较济，毋过呢，我感觉因写了真正是真重要的意见，就是讲，阮徛伫台顶的时候，阮应该要做一个真好的示范。哦，上无这名一定要画清楚安尼，而且呢，莫一直用华语咧讲谢谢即件代志，应该讲努力多谢安尼吼。最后呢，就是讲呢，因为我第一届吼，甲即种媒体记者，所以有足侪代志呢，我毋知影讲要安怎甲因来记者，所以讲呢，尾仔就有即个代志，事先无沟通好势，所以上大拄仔呢。新台的新闻中心呢，伊咧访谈学生的时阵呢，你有发现讲有一寡学生伊是用华语咧表达的，其实真内底有一寡学生咧，伊是足想要用台语来表达，毋过呢，学生伊感觉讲呢，伊家己感受是讲，感觉对方可能是希望伊用华语，所以讲即个学生伊尾仔伊就怎啊用华语来表达。其实伊心内是足想要用台语来表达的，所以遮呢，这物件对我来讲拢是一个经验，就是讲以后呢，拢爱遮代志应该成功的好势呢，好。其他的意见，这较无遐尔重要，好。即马来，好，刷落来。为着母语的传承，歹势，大拄仔遐呢，就是尾仔就是有4间迄个新闻呢，有放送即件代志安尼。我尾仔感觉讲呢，哇，这嘛真重要。以前呢，我感觉蒋维文老师呢，伊大概办啥物活动呢，阮拢随看会着，因为伫迄种网络啊，还是讲迄个公司台语台拢会看着遮个新闻。所以我感觉伊对即方面的宣传呢，拢做甲真好。尾仔经过即件，我嘛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效果，会当互后人知影讲咱有办遮个活动安尼。好，所以我的报告就到即个部分。即马刷落来呢，我要邀请咱遮个今仔日有来参加的一寡选手，搁再记得老师呢，请因来分享因的即间的经验。好，我就照即个顺序，小等下我就先邀请品伟甲林丽，因两个来分享因的想法。因若讲了就换兵甲，咱就照即个顺序。好，咱先请品伟甲林丽。喂，请问老师敢有听到我的声音？有听到，等下我自我介绍一下吼，就是我是品伟，我是这边的参赛者安尼，所以我一开始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要来参加这摆的比赛吼，因为即马吼其实足少有这种台语的这种口语的比赛伫咧大学内底来举办，而且吼。这甲平常阮一般生活当中咧讲的较通俗、较生活的内容的台语啊，还有我较细汉的时阵，和阮遮阿公阿嬷讲的遮个较通俗的遮个台语其实较无共，因为阮是要表演的是一个较有知识的主题，所以这其实对咱来讲是一个足有挑战，嘛是足袂歹的一个机会。搁刷来呢，就是伫咧这几十冬来呢，阮的这台语呢已经渐渐咧消失啦，所以嘛会使希望讲，我透过参加这个活动呢，会使互去因较侪少年人会使用台语来去开讲，搁有交流的部分。这边呢，我要讲一下我这边的主题呢是早期的媒体，内底呢就是我有。下着即个电台啊，搁有其他一寡台湾的传统的文化，像遮个布袋戏，搁有歌戏的部分，所以我就设计一个剧本，就是用
一个阿公和一个查某孙的对话吼，互大家会使怀念一下，这是阮细汉的时阵，其实嘛是捌看过遮个媒体。毋过呢，即摆呢，敢若足少人咧参与即个部分啊，阮敢有法度透过即个机会呢，来甲伊搁发展起来安尼。另外一方面嘛，会使互大家了解到即个歌戏搁有布袋戏伊的美丽。参加了即个比赛了，其实对我来讲，意义是足大诶代志吼。除了解说遮个知识诶内容呢，我会开始知影要怎去修正讲，我一寡较专业诶语言诶即个部分诶台语是要安怎讲，较会使互大家做较好了解。而且煞来就是老师诶指导诶部分，其实互我进步足侪。上重要就是即个演戏搁有舞台技术诶部分因为我家己台语应该讲了算袂歹，毋过就像迄我老师有讲着诶，就是我伫初赛诶部分诶时阵，我拢是较先咧演讲啊、报告诶方式来去呈现，所以呢，即个老师啊对我演戏搁有舞台技术来去做加强其实经过遮个专业的人士来去指点，其实对我来讲嘛是进步真侪。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好哇，真感谢，真感谢。好，安尼来，接来咱来邀请林丽。大家好，我呢是林丽，然后这次会参加这个比赛呢，主要是因为陈品维有邀请我，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在修教程的课的时候，有同学过来宣传这个活动，然后就有深受启发，因为那个同学他讲的非常的有趣，应该是叫陈俊义，然后他就是用10分钟的下课时间，然后讲的很有趣，所以就很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我们选的是口语组，所以我本身台语并不是很好，我平常并没有使用台语在作为就是说话的的语言，所以呢，我需要很长的去练习。然后借由就是指导老师，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约一次，然后1个小时到1个小时半，然后去训练我们整个台语的技巧，或者说我们在剧本上面要怎么呈现这些表演，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口语组有时候会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到底要呈现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我的知识到底是要多么的丰富，还是说是要着重在我表演技巧要多么丰富。所以在这个权衡就是平衡点上面呢，我们和指导老师就是比较深入的探讨说，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这次的表演呢，就可以让我学习到很多有关台语的技巧，然后并且让我知道原来台语也是可以用来传递知识的媒介，然后让我觉得之后说不定我也可以往这个方向继续就是训练我的台语，然后在我自己在教课的过程中呢，也可以使用台语的这个语言。对，谢谢大家。真好。对，确定我想讲咱遮今日遮有4组的学生要分享因的想法，等伊拢讲了的时阵呢，咱会当邀请观众，恁若有啥物问伊啥物问题，咱就迄个时间来问。因问了的时阵，学生的部分了的时阵，咱才来请3位老师来分享安尼。好，即马来咱邀请敏嘉，医学院的敏嘉。请问敢有听到？有。大家好，我是即摆咧读医学系第敏嘉。一开始我其实咧报名即个活动的时阵，我哪有想要报名唱歌尔？因为我感觉讲，即种像咧讲演讲啊，即种口语的表演，我可能较无法度。是因为讲迄个时阵美粉丸一直咧甲我算是讲一直咧鼓励我去参加即个活动啊，因为进前其实美粉丸嘛有做过阮医疗服务队的讲师，就是讲阮去找7个月，因为阮差不多每3、4个月就会去7个，去找遐老大人开讲安尼。有一摆阮就邀请美粉丸来做阮的讲师，带阮去会当互阮较
去认识日常的绘画安尼啦。所以讲迄个时阵，美国人就一直鼓励我讲，叫我来参加即个口语组，所以讲我较会报名口语组的比赛安尼。一开始我嘛真丢拄讲，因为其实我自从国小以后，我就无徛伫台顶用台语演讲过啊，而且听起来就是迄时阵听报名的规定的时阵，听起来像迄个去演迄无共款的角色。所以讲，我迄个时阵就咧想讲，我若是真正要报名的话，我毋知我要用啥物款的方式上台去表演安尼，是要讲较正经的卫生教育，还是要讲搭喙鼓，还是要讲故事？了，我就想讲，其实我会当交大家分享我伫社团的故事，因为伫我读大学即无到即3档啊，其实我参加即个社团嘛，参加2档外，所以讲应该是有足侪故事会当交大家分享安尼。一开始咧决定这题目的时阵，我嘛就是讲是要讲倒一款的故事的时阵，其实我嘛想足久，因为我在想讲，我是要讲有我有拄到一个有一点仔失智的饮料阿嬷的故事，也是要讲我意外当中去发现着新的访问的对象的故事，也是要讲有一届阮去访问一个阿嬷的时阵，我有拄到一个。就是阿嬷的照顾阿嬷的，算是因查囝。迄个时阵，迄个查囝就因为手受伤啊，毋过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去传统的迄什物国术馆啊，结果去互人国术馆去悄悄的了，手像搁较变搁较严重。迄个时阵，阮有去考劝伊去。大病院去看卖者安尼，了经过一冬外了，阮搁去七股的时阵，拄好搁小牛着，迄个我咧想讲，也是我会当讲即个故事安尼。所以其实我迄个时阵，我有想足侪种故事啦雄之间，我就想着讲，其实我嘛会当讲陈阿公的故事。其实我毋知影伊敢是叫陈阿公啊，我拢叫阮伫社团内拢叫伊杨淼阿公。安尼，我会想到伊的故事，是因为讲，因为我即马是读3年的嘛，我即马2014年，对，我即马3年3下后学期嘛，伫我3年级上学期的时阵，我就开始无去社团参加因的活动啊，我嘛是伫迄个时阵，较知影讲原来陈阿公伫。真冬，毋对，但讲你旧年的正月就已经过身去啊，所以讲，我可能迄个时阵毋愿意承认讲伊已经转去安尼，所以讲这个故事一开始其实毋是我的，就是讲其实毋是我想要讲的故事，是了后我咧现阮去七股。访问遐老大人的相片的时阵，我去看到阮家阿公的做伙翕的相片，我才决定讲好，无我来好好讲这个故事。毋过，就算我决定讲我要讲这个故事啊，了我嘛是足紧张的，因为我第一届我第一届知影讲阿公已经转去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拄好伫图书馆咧读册。然后迄个时阵就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哪读册哪好安尼。所以讲，我在想讲，我敢会伫台顶咧分享这个故事的时阵嘛，讲甲好，我足紧张的。而且真正我咧写这个故事的时阵，我其实嘛是哪写哪好的。因为阿公真正是一个足温暖足热情的人，所以讲，就是咧写的时阵会较有感觉安尼。其实我嘛，算是讲我嘛做感谢讲我厝里的人有对细汉开始就教我讲台语啊，因为伊若是无教我讲台语的话，其实我相信讲我是无可能会当伫大学的时阵参加医疗服务队，因为像我一开始讲的，阮去服务的对象是7个月老大人，所以讲
那阮咧教因咧开讲啊，是咧创啥时阵，其实阮拢是爱用台语去教因讲诶。啊，所以讲，我其实嘛，伊了服务队内底有足侪机会当练习啊，因为其实即马愈来愈侪人会晓讲台语啊，所以我感觉讲，阮爸爸妈妈有对细汉啊，教我培养这讲台语的能力，我感觉是对我帮助是足大的安尼。咧练习的过程当中，我嘛发觉讲，我愈来愈敢去表现家己的感觉、家己的感受啊，倒位应该爱较细声的，啊，倒位应该爱较大声的，啥物所在搁爱加一寡感情入去。共款的代词，共款的物件，虽然一直念、一直咧背，啊，毋过其实我袂感觉讲足神的安尼啦，因为每一摆只要讲到即个故事，我就感觉袂输讲像咧转去真重的迄个时阵，阮搁去找阿公的时阵，迄个阿公搁做健康啊，搁留空间的时阵，就像咧我搁像咧徛伫机车顶悬啊，去七股找，足欢喜的去找阿公安尼。我会每一摆只要我去练习即个表演的时阵，我拢会想着阮去七股迄路面的迄个风景甲海的气味安尼，这是我的。嘿，我的感觉。好，感谢。敏感吼讲到足侪感动人的故事吼，因为伊有足侪即种实际的经验，所以呢，所以虽然想要甲你动落来，感觉足想要听落去啊，安尼吼。啊，即个指导的部分吼，要确定要指导敏感的是焦文，吼焦文，啊，确定吼焦文伊可能佫讲较济。伊安那来指导敏感，好，真感谢敏感的分享。啊，即马呢，后一组呢，静书甲贤武呢，静书因为伊拄啊着中标啥物COVID-19，所以讲着请贤武来分享，贤武敢有伫遮？敢有看到现有？好，安尼若无咱就先跳过，好，确定若有出现先较话一声。对，基金，你敢会当去甲伊提醒一下是？好，啊，即马咱就先请玉琪，系统的玉琪来分享伊的想法。啊，我搁补充一下吼，因为咱今仔的时间吼是会当到12点，啊，所以讲，因为我要讲的部分大部分拢讲了，所以咱尾仔才会当较自由来开讲，无要紧。好，来，即马请玉琪。开麦克哦。玉琪敢有？伊伫现场，但是伊无开麦克。玉琪，你无开麦克哦。伊讲，伊即马，伊尾仔伊要尾仔较分享，好，安尼即马无咱就来先请武涵。嗨，平安。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李涵，会使叫我涵儿吼。我是台文系2年的学生。首先想要先感谢美惠老师吼，就是美粉圆吼，拄则有听到老师美粉圆咧分享规个伫咧准备的过程，我心内是感觉真感动，因为一位先辈，足古锥的先辈，安尼为着台语去走总，这真正是互我这个学生感觉安尼我嘛阁爱继续来拍拼。好其实我有进入决赛，我规个人就真诶啊假诶，因为其实我感觉讲我的唱功是较无遐好，毋过就是因为自细汉伫教会就是咧唱
唱圣诗，有参加圣歌队安尼，所以就是有迄个音乐甲台语的背景，嘛，互我对音乐甲台语，对即两项就是我上介意的物件。所以平常时嘛会练习写歌，拢要咧进步的过程，所以还无遐尼好。即届是我第一届参加个人的歌唱比赛，真正是我迄个咧上台咧唱歌的时阵，我的手规个拢咧颤，搁有一个稳啊飞，迄个飞真正飞去，就喊的。所以其实有入决赛，最后搁有摕到第3名，我心内是感觉真幸运，就是嘛感谢大家，就是有听到一寡讲，即首歌真好听，我会感觉真感谢，就是才会长辈会愿意鼓励囡仔继续来用台语表达家己的心声。好，这是感谢的部分，就是迄天我伫唱歌比赛现场的观察，就是我感觉其实行出大问题，也有真侪囡仔，也有真侪青少年是足够讲台语，而且可能台语即个语言是因细汉有接触过，所以对因来讲，台语即个语言是一个真怀念，也是真心想要去保存伊的语言。老师办即个比赛拄啊好，因为即马是母语演化的世代，可能伫环境上，阮较无法度伫生活当中一直讲台语，因为可能有一寡学生是真正完全听无台语的，所以阮其实阮嘛咧真拍拼，想要创造一个语言平等，还是语言会使莫强压迫强的迄种感觉，所以我心内感觉是安尼，就是有时阵讲台语的时阵，我感觉我的台语真正已经无讲着主摆啊，毋过有时阵要是因为讲较听无，所以我嘛会张拄讲，即摆我到底爱讲台语无？所以其实我上感谢老师来办即个活动的，就是互阮即阵学生会当看到讲，其实阮真正会当放心来讲台语，因为即个世界上也是即个母语演化的世代，要是有足侪囡仔，就算毋是读大文系，因要是会想要用台语来讲话，用台语来唱歌，这是我的一个心得一个幸运的人感谢大家互学生即个机会，感谢老师办即个活动，嘛真欢喜看到所有歌唱者，因拢唱甲足好，有影足好，我感觉因每一个人拢值得着顶，看到真侪口语组的，因为足侪含妹也是足侪外系朋友，因有知影即个活动有真用心咧备办，所以就感觉真正有够赞，好，多谢大家。哇，感谢依涵的分享哈，好，咧这部分呢是学生的部分，这个时阵呢，咱会当请观众，恁若讲看有啥物特别问啥物问题，针对咱遮学生，你若总有问题，恁会使举手，阮会看会到。总有想要feedback。可能大家还阁想，你敢有要叫老师先分享？好，我有看到丰如，丰如，伊真无简单哦，伊唱歌第1名，而且是真朋友，老师足甲学乐的。叫丰如，你敢有想要分享啥物想法？好，伊克林啊，好来，请讲。有听到。错，我要分享啥物？先感谢有通知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头一届伫成功大学看到即种台语唱歌比赛，真正是足新鲜的。嘛甲我进前参加过的比赛无共款，因为阮唱歌组的形式真济，有家己创作的，嘛有家己弹、家己唱的，主要拢是放卡拉较济。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比赛真多样化，会当，其实我感觉讲，大家拢足够的，就是上特别是迄拄则讲的迄武汉咯，迄区间车真正意涵，嘿，伊咧彩排的时阵，我拄仔听着，我着真正是互伊感动着，迄词写甲真水啊，搁唱甲真有感情，所以我迄当阵想讲，哇，哪会遮厉害？原来声台厉害的人真济，嘛用台语写出就是家己的故事，安尼表达啦吼，我真正感觉真厉害，想要甲你学习，所以我感觉讲即种活动是一个学习搁交流的过程。若是唱歌机卡的迄种交流，嘛是一种台语语言上啦，我感觉讲真重要的一个传承，就是大家拢搁会知影讲要唱台语歌，即点是上重要的。就是我感觉讲，以后若是这台语歌的市场开始没落，我感觉讲这是上无彩的所在，因为台语我感觉讲，伊是一个表达感情上上厉害的一个语言，因为伊的词若写了好，唱歌的人唱甲迄个词、迄个韵脚、迄种咬音，就会感觉到即个感情即个歌词想要表达的意义。所以我感觉讲，这台语歌还是口语组即种的，拢爱继续用即种方式保存落来。所以这是我的分享。好，感谢，好，阿兄，安尼即马，来，意涵敢有问题还是安怎？还是无问题？无我要甲伊拍扑啊，毋过饲毋着去，歹势。好，安尼刷落来，咱来请迄3位指导老师，今仔会当来参加的指导老师，咱先请蔡欣，蔡欣。大家好，有听到吗？有。大家好，我叫何蔡兴，我真感谢美凤园邀请我去陪遐即摆的囡仔学生囡仔陪因讲话。我其实虽然讲我是我是指导老师啦，但是其实我无帮助着啥，基本上拢是因的创意我你甲因开讲的迄个中间所会使做的，就是可能甲讲我可能台语讲较久，有一寡讲法，因用因的用法我听袂习惯，我甲逼因用我习惯的讲法，可能就是安尼。所以讲我今仔日想要来讲的是就是我感觉美凤园办即个活动对推广咱台语是足有帮助的。虽然讲是安尼啊，我感觉讲
7分钟尤其是口语组的这个比赛，7分钟对大部分的人，真侪大部分应该讲无习惯讲台语的人，可能有较困难。因为我本身伫加拿大读册，我一开始来加拿大的时阵，我英语足难讲的，迄要上台讲5分钟，真正就要甲我逼死啊！所以讲，我感觉吼，有一个要安怎提高大家参与，还是讲增加即种参与的热度，我想要提供一个方法，就是讲我伫读博士的时阵，我有参加过阮系应该讲学校迄语言中心办的，就是 Thesis in 60 Seconds， 也是讲我定定听，我以前定定听的一个podcast 的节目，就是 Science in 60 Seconds， 就是讲咱用60秒，还是讲90秒的时间讲一项物件。是安怎我会感觉这好呢？这是因为像拄啊品味甲敏佳拢有讲过，就是讲用台语要安怎甲咱专业甲推送出去，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一个语言的进步的一个过程。若讲7分钟讲袂好，要紧咱讲1分钟，会使甲这个规个咱想要讲，我嘛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训练，就是讲我甲我所做的研究的迄一寡废话拢甲摕掉，干那讲重点，甲迄个重点的词甲用个正确，甲用个对，甲找好对。这个信息会使传达互听的人，伊嘛甲学起来。这个名词，这个用法就传落。我感觉是安尼。过来就是用这种较短的方式，你会使甲应该讲，甲网络化嘛较简单。伫网络面顶嘛会使操纵这种热度，就免惊无观众。我想要安尼讲。好，我分享就到这，感谢大家。好，多谢，真多谢。好，即马来咱邀请奕玲。好，大家好，我是奕玲。我即届有其实我就是爱上感谢美粉丸，互我机会。嘿，因为其实我讲话调调，我台语讲了无标准。迄当阵要指导的时阵，其实我足紧张的。毋过美粉丸互我一个应该是讲一个观念，就是讲，像讲伊要办即个比赛，毋是爱外交讲，爱讲到外专业较来，咱是爱鼓励因讲，咱家己嘛爱讲，所以变做讲，这是应该是讲美粉丸互我一个足大的鼓励。我较有法度去鼓励学生，像我即种袂晓讲阁爱讲，其实我逐工拢互母暗的，逐项阁互骂一届啊，就是迄个矿坑，我拢讲探袂出来，探空。阮母讲你头壳一工是探坑，对我逐工拢互骂，但是我就是最爱讲的，所以我希望讲。透过这个比赛，其实你看拄仔遐个学生啊，阮咧初赛看的时阵，其实要求讲80%就会使啊，基本上80%就会使。毋过看来，基本上拢强要100%，透烂一点仔欢喜安尼。这学生拢有能力做到遮，所以我感觉讲，咱的老师啊，就是其实我嘛是有咧教本土语嘛，咧国中甲高中，咱其实嘛是应该爱有。迄种嘛鼓励大学的教授，就是加开寡即种会当传达任何知识性的台语课。莫讲干那只有台文系较上会着，因为你看遮学生啊，本身底子就遮尔好，因其实是有法度全台语去对话的能力。对，只是讲咱有即个环境互伊无，嘿啊，所以我感觉讲，即届的指导，莫讲是学生的成长，其实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成长。我感觉讲未来咱遮，我相信咱遮应该有足侪高人诶，若是有兴趣未来会加入美粉丸的团队，就是到帮咱遮的学生，甲你的专业，嘿，毋是讲咱一定有外教，有当时是互相成长，嘿，着莫想讲，像我以前嘛是无啥愿意去
指导学生，因为我就是毋是要会使做主播迄种字正，就是讲话迄字拢足端调的人。毋过我想法改变啊，我就是要讲，我就是爱讲，系啊。过来就是讲，即届比如讲美粉园咧成大办即项比赛，像我是北部人嘛。我咧永和遮，我有一个老师，伊当咧读台师大的台文系，我就甲讲我要落去台南看比赛，伊就讲嘿，你要去迄啥物台语歌厅秀？阮学校有看到 email 呢，我讲是哦，所以恁遮台文系嘛有看到，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消息传出去，我希望足侪大学的，毋管你是有台文系无有台文系。系所也是无的学校，我拢希望讲，咱即个活动爱继续落去。希望美粉园的目标嘛是希望会当全国赛嘛，咱嘛会使个每一个学校会当继续落去。安尼我感觉咱的台语较会当活起来，而且咱是要互改变人以前的印象，就是讲台语毋是讲一寡有诶无诶543，而是讲一寡较系啊，就是咱是有知识性诶。其实台语是一个足水诶语言，系啊，所以我嘛足欢喜诶，因为大学即当有办即种活动，那我看到大学生诶即种程度，我当初会行台语诶即条路，就是因为甲阮查某囝讲嘛。后来我就是趁我咧带阮查某囝诶时间，搁去幼保系，搁去读。我为着诶就是讲，即当你看，若是安尼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拢有啊，即当就欠啥？欠幼稚园嘛。我上希望的就是讲，咱的政府嘛会使甲为下骹直接推出来有全台语的幼稚园。我嘛鼓励我足侪幼保系同学，拢一定考着认真啊。阮其实准备好啊，是政府准备好未？你开一间全台语的幼稚园互阮，你免烦恼教师的问题，阮就会使直接落去啊。所以我感觉，美粉园做的即件代志，互我阁有信心，就是我家己穿好势，机会来的时阵，咱大家就是冲落去就对啊。嘿，多谢。哇，好，真感谢，真感谢。好，安尼，即马咱来邀请焦文，焦文伊事先有将伊想要讲的物件有传互我，所以我将伊重点甲放伫遮。后来焦文，其实伊写足济，毋过我遮敢若当放迄几啊字尔。好，大家好，我是焦文哈。若要讲是指导老师啦吼，我的角色较济是讲陪伴甲引带啦吼。因为遮个囡仔因的学生作品吼，拢真有因家己的特色甲想法。我只是讲提供因意见，互因参考。伊互我来分享阮陪因练习的过程吼。第一就是阮先改写即个台文的口语稿，因为一开始我发现敏佳伊虽然真细汉，伊有讲台语的迄个母语环境，毋过因为伊是用华语思考写出来的剧本，若要对华语转换过来台语的时阵伊念起来总是感觉安尼磕磕啦。所以经过若改写做台文的口语稿了后念起来就加正练转。过来就是佮伊加上一寡俗谚语，甲伊斗装他，规个个看起来就会感觉内容变甲加正端正水开。过程当中其实阮两个嘛拢定咧讨论，会碰到一寡无共的看法。譬如讲阮若咧讲遐个地方腔口差，也是有常用词无共款的习惯，这我都会尊重伊的地方腔，甲伊的习惯，无惊讲伊讲起来会念甲感觉硬摇安尼。毋过若是讲迄个语音，若是讲毋对去，也是讲变调的部分，这拢爱较认真甲伊改过来。第二就是想到一个较好的练习的方法阮伫咧练习过程拢有录影。每一摆透过即个录影来讨论遮个修改的内容。阮会当互即个讨论感觉较有效率。譬如讲咧，阮会讲伫迄个影片的几分几秒的所在你爱注意啥物？毋管是声情，也是你的发音，也是你的手势甚至手势的角度拢会当随着调整。有当时阮会线顶安尼讨论，有当时
就是先做一下记录，下边咱进一步再来当面讨论，来讨论看要哪呈现，安尼就会互阮的练习变加加正有效率。第三就是讲吼，在调整遐个句头甲伊个声情开口的时阵，免啊引出吼。因为即个故事是敏甲伊家己社团的亲身经验，所以阮伫咧讨论声情部分的时阵吼，我会请伊去回想伊以早的画面吼，透过一寡音乐吼，我有找一寡背景音乐来甲伊引出。有当时咱音乐放落去吼，囡仔迄个感情甲迄个感受到自然的产生。伊会当去回想迄阵的感受，甲伊的心情放入去伊的心肝内，搁用手势吼，因为伊一开始在讲的时阵，手是拢放伫后面，毋知要哪比手势，但是到尾的时阵，伊是会当用手势来帮助伊家己的开口展出来。这部分我是感觉敏感到尾表现了真自然。过程当中我嘛发现讲，上重要的就是敏感伊会当甲伊迄个用要拍远的母语偷偷吹转来慢慢用伊断定的台语，做自信上台去表达伊家己的想法。看到伊的成长我嘛感觉足感动的。套一句伊写的台词虽讲我是咧陪伴伊成长啦但是即个过程当中我嘛因为爱一直去头脑所以我嘛变甲较袂了脑化啦所以非常感谢美粉园互阮即个成长的机会参加即个真有意义的活动。所以嘛遮的得奖的同学恁遮的访问人物，因为恁即马得奖已经是一个话题人物所以恁爱来做一个带头影响你身躯边的好朋友，然后互讲台语变成是恁学生囡仔遮大家感觉上请赢上调皮上歹的语言以上报告。哇！哇，真感谢焦文老师伊做的代志已经比阮要求的迄个5点钟佫加足济而且因为焦文伊有伊甲詹文溪的大家属电台，因为咧做配音，所以即个声音的表情还是这故事的安排拢会当做甲足专业的所以焦文伊愿意来到这记得老师真正是真赞。好，安尼即马来我问看种迄个玉旗敢有基金有看玉旗，有好来请讲玉旗。大家有听到我的声吗？有。我先甲大家讲一下歹势，拄则伫高铁顶悬网络足歹的，我听袂到，即马换响安尼，我先甲美粉园讲一声歹势。无要紧。好。伫咧开始讲之前，我要先来感谢我的指导的老师奕玲老师，伫这段时间互我足侪意见互我，因为我本来是一个足高的人，所以我伫咧普赛的时阵，我讲的物件足长的，可能内底有足侪废话所以讲伫咧7分钟的时间内底，我无法度甲我的物件讲好了。伫咧奕玲老师的帮助之下，互我会当顺利伫咧7分钟以内完成我的演讲。我即届的题目是咧讲闽南的大事业文化节。是安怎我会拣这个主题咧？其实我一开始我报名的时阵，我的题目是台蛇小，就是夜市无就是咱艋舺花市街有咧台蛇卖迄种的。我本来是要讲叫卖这个主题，毋过美粉园互我建议讲，因为拄则伊嘛有讲，伊办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为着要互新界的老师讲，看卖讲，其实咱会当用台语来讲一寡知识性的主题，所以我就开始咧想讲，我要来讲啥物题目。我一开始嘛毋是决定要讲大事业文化节，我其实一开始要讲的是我系统学的一个科目叫做自动控制。是安怎尾也无讲呢？因为我发现讲，就算我用国语讲来讲自动控制，我就讲无啥好因为这个科目太难所以我就想讲无卖好等下讲毋对，所以我就改
讲我故乡的文化，打鸟文化，即个大师爷。啊，平常时我伫咧厝的时阵，我看的 YouTube，我真侪拢是看即种道教文化的主题，啊，就是有一寡较有知识的人，啊，用台语咧讲咱道教的文化，啊，我感觉即个方向袂歹。啊，网络顶悬嘛，做少人咧介绍阮闽南的在地文化、大师爷文化节，所以我就拣即个主题。啊，我啥拢会报名即个比赛，原因是因为平常时我伫厝就是用即个台语、河洛话，你含厝内底的人讲话。啊，伫咧台南即个所在，我含我的朋友有机会，若我的朋友听有，我嘛是拢会尽量用台语来讲。啊，毋过真少有即种机会，当徛伫台顶用台语含大家讲话，所以我就感觉即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因为即马少年辈即少人会当安尼用台语来表达家己心内想法，即个同学拢是先用国语伫心内底思考了后，较翻译做台语，啊，较讲出来。啊，有即个机会，互我的同学讲，看卖讲，原来会当用台语来讲一寡有意义的物件，我感觉即个机会足难得的，对。啊，对，就是非常感谢米粉丸，遮尔骨来办即个活动，办即个比赛。就差不多，我要讲的物件就是安尼，非常感谢大家。好，哇，真感谢，好，安尼，真欢喜吼，会当有遮侪学生甲迄指导老师来分享想法，我感觉就有成就感的。好，即马来说来，我搁剩一张内容要讲，我想要知影讲，即马敢有人有啥物问题想要问遮的老师还是学生？若有问题当举手哦。若无吼，我就来继续讲我最后的一张安尼，好。就是讲咧，我感觉即个比赛吼，咱若来看阮即马有诶一寡比赛，我感觉大学内底吼，针对大学内底即种台语课、客语课吼，会使讲足少，除非讲有台文系，迄种个本土语言教育拢是到高中就无啊，大学就无，大学就已经无啊。所以讲咱若看即马已经有诶比赛吼，像即个维他路啊，还是讲胡伦社办诶比赛，因这拢大部分拢是互国中、高中咧比诶。大学生有机会来等因诶台语诶，可能就是即个全国大专校院诶学生诶语文竞赛。即个语文竞赛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诶台语一定拢爱足断定，爱足正确。所以这呢，这是我家己连我家己都做袂到诶。所以这吼，我感觉这可能对每只学生吼来讲，拢是一个挑战啊。所以我才会想要来办一个吼，是用台语来讲代志诶，毋是用台语来表现，讲你诶台语会当讲到偌断定安尼。所以这是咱即个比赛甲即马有诶比赛吼，较无共款诶。即届我主要诶想法就是讲，我感觉即个观众吼，互观众会当投票吼，虽然这过程真正足麻烦。迄观众若想我来，伊无法度投票，伊个甲你问讲为什么我无法度投，还是安怎？足侪代志拢爱处理吼。所以讲毋过呢，我感觉这是真值得做诶，因为这就是爱互咱诶参赛者呢知影讲呢，你一定爱将观众放伫你诶心内，你讲诶物件爱当去感动着对方，互对方有反应，这才是重点。好，来就是讲虽然讲咱目前来讲吼，阮也是一个表演，是一个表演，毋是讲真正会当用台语足自然来做这个代志。毋过呢，这对即马现出是阁有能力用台语来表现的人呢，大学生呢是一个真好的舞台，因会当伫顶悬来展因的创意，尤其是展知识的部分。好，另外就讲。我嘛因为即个物件才知影讲，原来唱歌即件代志，真正是足侪人拢足介意诶。所以讲这以后不管你要办啥物款诶台语比赛一定要有唱歌即项就对了。好，来，虽然讲口语组呢是上界有挑战，毋过伊嘛是对咱推广台语呢上界有帮助呢。咱若讲真正要有真好诶口语组诶表现，就是爱
这会当参加的学生是应该是爱愈济愈好。所以讲嘛有一寡观众伊建议讲呢，希望会当毋是干那新大的学生，吼其他校的学生嘛会当来参加安尼，这应该是上较好的方式。因为愈济人参加，自然品质就会愈好。吼，所以讲虽然讲。我感觉咱的指导老师吼，拢足辛苦的吼，因为你若有热情吼，你若甲我共款有热情的时阵，你着想要投资足侪时间吼，来互遮囡仔的表现会当搁较赞安尼。所以种虽然讲这是较辛苦，毋过呢，真正是足，我感觉足值得咱安尼做，因为看着学生会当用台语来表达知识，而且会当讲甲诚好，这是互人会当感动的嘿。好。最后吼，就讲当然来即个比赛有足侪老师佮助理的斗相共，尤其是台文系学生，所以讲真正是，这拢是就讲拄仔讲的，虽然讲是敢若18万，毋过其实吼，遮个有热情的台语人吼，会斗相共，应该是不止18万安尼。另外呢，最后我嘛是佮感谢即个发起台语基金会，因为吼。这个比赛大部分拢是用阮计划的钱，用计划的钱呢，有足侪限制，比如讲我若邀请新大老师来做评审呢，因无法度来领即个钟点费，是有足侪名义呢，你无法度透过即种计划的钱来申请，毋过即个时阵呢，就当透过迄个基金会，发起基金会，像以前有一寡真热心的朋友呢，因有捐钱互我甲讲诶，恁捐去发起基金会就好啊，讲要互迄个米粉啊，以后帮活动用诶安尼，安尼咱咧以后我要用这经费时阵，就会较灵活，特别去受到即种计划诶钱诶限制安尼。好，安尼遮就是我想要分享的物件。最后就是讲呢，我感觉讲，不管啥物人来办拢无要紧，应该伫大学呢爱尽量鼓励办即种类似的活动。少年人会当用台语来展现安尼。好，我今仔日主要就讲到遮。好，多谢大家。感谢美粉员今日真精彩，佮真用心的即个分享啦，本来是伊家己志愿，我要踮8月11日，我想讲哇，爱趁烧调工敲一个今仔日个时间来互伊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就是讲即个你办即个活动我想讲是互我真钦佩啦，因为咱会当看到你的用心，毋过我看到是你的科学方法啦，你办了后，你佫转去，转去分析讲啥物好啥物歹，歹以后会当佫改进。毋然安尼你佫拢有将遐个数字拢甲表现出来。所以若安尼的时阵，以后有要佫办的人，伊会当借着这经验，佫一步一步一直去踏起哩啦，一点较感性的感想，就是讲迄个语涵迄首歌迄个区间车我是感觉看到其中有一句我感觉讲含咱今仔日的活动加减有关系就是讲拍远的土地看做宝贵其实是咱是爱用即种的心情去办咱的台语啦咱毋免讲像教育部安尼拢爱逐项拢爱讲足专业的，要讲要经个上好的咱其实咱若对台语有疼惜的时阵，你每一个听讲台语的人，不管你讲好甲歹，迄拢是咱咧保护的对象所以我是感觉讲你即种的理念足尔好我真期待嘛真鼓励啦讲会当即种活动成功台语歌听赏会当推展到所有的大学感谢你啦。感谢。遐数字拢是我助理拢足辛苦，因为我拢甲因讲，啥物款物件拢爱记录起来，安尼尾仔才会当有遮个数字。对因为你办这，你阁有牵人除了你的助理你阁有请这个指导老师来陪伴这个这学生安尼这是
根本上这是一个运动啊，一个足好的一个运动啊，嘿。啊，这可能是袂当讲证明讲离体制来做无够的吼，咱民间吼发动这民间的人来support来支援吼，像讲迄个发起台语基金会吼，会当甲你补足这个官方做袂够的安尼吼，我是讲这是一个真好合作的例啦吼。嗯哼，要发现人要把握时间吼，咱诚晚。嗯哼，那拄仔是毋是淑珍，还是啥物人有举手？好，淑珍哦，来，淑珍，请你发言。我是我淑珍啦吼，拄则是要拍谱啊，试毋对去啦。啊是讲，既然有甲我点名，我嘛小可讲一个，就是讲，我真感谢米粉园会当办这活动。我和米粉园伫我退休的前一冬，阮熟识的，啊嘛感谢伊用这个活动，互我的退休的生活阁愈精彩。我咧定定来想讲，我若无伫米粉园遮做遮个代志吼，我感觉我的退休的生活会足无聊。啊，咱参加伊遮足济活动，真有意义。啊，所以我即马是感觉讲好，尤其即届伊办的活动，真正互人足感动的。哦，伊够无用的啦，啊，做有够济代志，吼，我真正真钦佩伊安尼。好，以上。好，多谢。大家有看到迄个何芬吼，有举手吼，啊来迄个李医师，啊来迄个单位遐吼，来咧请何芬先讲。也真欢喜吼！今仔美粉园办即个节目足有意义的吼。我是伫美国已经47年啊啦吼，但是我嘛是伫厝内拢讲台语，囡仔有哪拢讲台语吼。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吼，会甲咱感觉讲咱讲台语是咱的公用安尼吼来看待。因为头有听到一个迄个学生，伊讲哦，要讲的对象惊因听无吼。咱是台湾人，咱讲台语伊听无，迄是伊的问题吼。所以咱来勇敢来讲台语，这是我的看法。多谢。好，多谢。请问呀，请问医师你敢要讲？大家搞早真高，啊，真有创意吼，啊，佮真有进一大步啦。啊，我伫美国58年吼，即摆真甘心有人伫推行台语。所以讲真高 ，Bravo， 加油！多谢。来，单位啊，你来甲大家。多谢美粉园教授吼，啊，甲台本系无真感谢吼。啊，实在这个活动真好啦吼。啊。互我印象上大就是讲，伊是一个超学的活动，就是讲你学校内面几个系，46个系以上的学生拢会当考着吼。所以即款的活动吼，对即个伫咱台语课仔边吼，也是课仔外口，特别失去台语的人吼，是一个真好的。接触的机会啦，吼！我是感觉讲，这个活动的效率主要是伫遮啦，吼！啊，我会记得吼，20几年前吼，阮咧拜多伦多遮咧办台湾通信的时阵吼，伫多伦多大学的差不多要20几个台湾来的留学生来拜托阮去教。教台语20几年前嘛，啊，阮就去一礼拜一摆，啊，一学期，吼，啊，我会记得迄阵的教学啊，甲你这足相像，吼，除了基本的教材啦以外，吼，也有唱歌，也有答喙鼓啊，种种，吼，啊，到一学期尾吼，因家己写一个剧吼，啊，伫多伦多的同乡会暗会演剧啊，吼，所以迄个我是感觉效果真好，吼，
所以希望讲即款的活动吼，会当佫继续落去啦。吼，我相信效果会足好啦。吼，啊，今仔日吼，我算做一个老辈的即个讲台语的人吼，我来甲今仔日真侪来少年人吼提出一个问题，啊，大家来激头脑看卖啦。吼，我的问题就是讲吼，咱伫台湾出世啊，生伫台湾的人吼，啊，咱的父母、咱的阿公阿嬷讲的语言吼，咱家己都要失去啊！即种感觉是啥物货？吼，啊，想看卖到底即个语言若伫你身躯失去了后，你损失的是啥物物件？吼，我来甲大家激头脑一下，拜托大家吼，加减仔想看卖，多谢。哇，多谢，这实是真。迄个咱请迄个美粉园老教授吼，你过来回应，代表你的学生来回应啦吼。这个问题真正是足沉重的，对啊。我家己咧读社会语言学啊，因为这种状况是发生伫全世界，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拢有几个强要翘起的语言。语言学家讲呢，差不多平均啊，我袂记即个数字，就是讲6000几个语言呢，差不多伫100当后，应该是剩600几个。6000几个语言，100当后剩600几个。全世界啊，会当将要翘起的语言救回来啊，可能敢若希伯来语即个例尔。所以讲，迄是迄个时代，以前的时代加诚困难。啊，伫咱即摆即个时代呢，因为咱的进步诚紧，进步遮尔紧的时阵吼，有当时你会感觉讲，互迄种咱的迄个台语的空间愈来愈少。毋过呢，嘛是因为讲，咱即摆有足侪科技的物件，比如讲即个迄个线顶的即种智慧，嘛会当互可能会当互迄种有台语的佫较有迄种发展的机会，所以讲，即个我毋知呢，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困难的问题。我敢若会当讲，就是讲，不管代志是偌尔无好，还是讲偌尔侪人无想要讲台语，还是安怎，咱就是认真做，尽量鼓励。所以这我感觉我伫大学敢若会当做，就是讲鼓励我边仔的老师有来做共款的代志。虽然每一届呢，会当招到的人拢足少，加上加你就是讲每一届办活动是你会去熟悉讲有一个两个，伊有咧关心台语，毋过就是关心尔，也无法度来做较具体的行动。毋过伊来看阮的表演，就已经是一个互感动的代志啊。所以讲，就讲你只要有办活动的时候，你就会去发现到新的。对台语有兴趣的人，还是讲对台语有兴趣的学生，所以就是讲会当行偌久安尼。多谢。敢有人要问问题？我敢袂当，迄个刘教授，我敢袂当请教一个问题吼。你拄则咧讲，咱即个世界各地语言吼，拢足真紧咧消灭啦吼。到底是偌济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偌济是迄个语言堵塞的因素吼？敢有即种的统计吼？搁伫咱现处时台语消灭吼，到底是到即个到即个坎站，当然较早一定是政治语言堵塞的政策的原因嘛吼。到这样时吼，到底是文化上？台湾文化的现象，互咱的这弱势语言一直消灭去，还是还佫有政治的阻力，还是啥物款？我感觉这个问题足困难的，对啊，我无法度，我感觉我无法度来回答。毋过我感觉讲，咱台湾就算讲40-50当前，无因为国民党坚持
敢会当讲华语，就算讲无迄个政策，毋过呢，伫全世界有足侪所在呢，是讲多语言的社会，行到尾啊，拢一定是剩一两个语言。哦，这是敢若是一个，伊无一定需要讲有即种人为的因素。啊，可能呢，咱讲即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可能是一个，因为因，就讲伫迄个所在，因虽然种法语当做是因的一个有若是算较正式，还是讲是因是地位甲英语共款的地位的物件。啊，毋过就讲伊现实的社会内底。会当讲法语的人有偌济？我感觉伊应该是一个足值得去人去研究的咧，因为伊迄就是讲政府还是讲有足侪人足认真想要迄推测的，啊，毋过伊效果会当做到啥物程度？敢袂当讲安尼啦吼，比如讲即马有人咧迄个质疑讲谁啊，较会台语吼，较毋是。讲说闽南语哦，啊，只一寡争论啊，有人讲啊，即个若讲要台语就是原住民的语吼，较安尼。毋过我的想法是安尼，就是讲台语会当会成做介即个清国时代到日本时代早期遐吼，会当成做台湾社会共同语吼。迄是透过通婚无益，即个自然的社会文化现象吼。啊，到即个日本时代后期，伊要经营迄个东亚共用区吼，开始推设即个国语政策吼，开始打台语。啊，当然到即个两蒋的时代吼，伊为着要接受统治吼，啊，所以伊就推行迄种的即个较强压的即个会使讲是语言大赛的国语政策。啊，所以伫即个中间是足明显的。足明显的，有政治力会打压，啊，所以一寡诚遗憾，就是讲一寡客家的朋友和一寡原住民的朋友，因无去理解到即点。咱讲咱台，其实是台湾爱较准确的，爱分做两族啦，一族是外来族，一个是本土族嘛吼。啊，即摆伊甲你分四大族群，一直甲你分化。啊，即个江啦、泉啦，即个无海的代志吼，一直甲你扩大，啊，互你感觉讲你内部台湾抑阁是一个部落社会安尼，啊，所以这才是需要讲即种的，咱用咱家己的主观吼，啊，透过这社会语言学即种的方法吼来讲，就讲较会清楚，啊，无就干讲咧会这闽南语，啊，甚啊较会大多数人讲的语言袂当称作台语。哦，即种物件，哎，算是安尼啦，毋知是米粉丸啥物款。多谢。嘿，啊，我真赞成讲，真正有是即种有即个政治的因素来打压安尼，吼。好，啊，我看到迄个敏家，敏家有啥物分享？哦，我想要分享的是，敢有听到我的声音？哦，因为我想要针对拄则迄个老师有讲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分享的是阮医疗服务队去7个月的状况，就是讲，因为其实我伫医疗服务队伫遐2工外，啊，就是讲我有渐渐发觉讲，其实参加咱的即个活动的人。可能因对服务啊，还是因对讲台语，可能拢有热情啦。啊，毋过讲可能就是较袂晓讲。啊，我渐渐有发觉讲，其实就是伫即2冬内底，会晓讲台语的人，其实已经愈来愈少啊。就摕一个案例来讲好啊，就是我读2年后学期的时阵，迄一届我嘛是去7个遐。啊，迄个时阵我拄好去安排着就是咧顾物件啦，所以讲我就无出去交7个老大人有开讲安尼。迄个时阵拄好有一组，因为阮会分组去访问嘛。啊，迄个时阵拄好有一组5、6个人，啊，拢袂晓讲台语。啊，
迄个时的状况就是，迄个阿公伊其实做介意交阮遮学生囡仔就是有互动啦。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干部的敲电话互我，问看讲我敢会当去支援一下无？啊，我讲我无法度啊，因为我就是我迄个时阵去安排的工课，就是真正是伫遐，因为阮门拢无锁啊，就是爱伫遐顾物件安尼。迄个时阵我就有听着讲阿公有一点失望，就是讲因为阿公其实足期待讲我会当交伊交伊开讲啊，甲伊讲一寡到底阮离现代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啊是安那的。啊，毋过迄个时阵就是因为无人会晓讲嘛，所以讲到最后就是变做讲阿公可能有咧讲啊，可能因有一寡人会听有，啊毋过因大会晓讲国语尔，所以阿公到最后就了的直接带遮学生囡仔去入去因厝里唱卡拉 OK。啊，我迄个时阵就感觉讲，其实因为迄个阿公就爱唱歌啊，只是讲我迄个时阵就感觉讲，若是即件若是真正台语的安尼消失去啊，其实是做可惜一件代志，因为即个语言代表的不只是文化，我感觉搁较侪是迄种平常时的生活。若是即个语言无去啊，其实阮就无法度去知影讲，可能以前的人，毋免以前啦，阮爸母、阮阿公阿嬷是安怎生活的？因为其实就是以我家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会晓讲。我无讲做会晓讲台语，但是我可能会当正常安尼对话。啊，毋过其实我咧听七个的阿公阿嬷因咧讲话时，有一寡物件我嘛是听无。就是这我会感觉讲，就是若是真正无去话，会我想一下，我想着我要讲啥？若是这个语言真正无去的话，就会变做讲。我们连最基本去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那我会觉得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对，多谢，真正嘿对，这对医生以后若想要，就讲咱要加咧，就想要加了解咱照顾的老大人的时阵，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我感觉恁家会当安尼想，真正诚好，诚甘心。多谢，互咱知影讲，少年人嘛是有人要义台语。迄个我理解是你请讲。即个以后无偌久，若去访问老人，需要用华语，迄就是真可悲的代志吼。即马也老人也搁爱讲台语，啊，过20年，你若要访问老人，都爱讲华语，迄是真悲伤的代志。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啦，甲即个民众遐讲吼，民间遐台语呢，会当用国际音标写甲足准确，注音啊个注调非常正确，敢若看迄个音标。所以就是讲，万一若台语无人咧讲啊，以后若政治环境搁转来，会当学出来。你照国际音标甲念就差不多啊。我感觉这是好消息吼。对，咱有文字嘿，太有。我敢袂使讲话啊，请讲。因为我毋知啥咱袂当创迄个野酒的所在哦。Anyway，头拄迄个美芬园咧讲即个加拿大吼，魁北克的情形吼，魁北克情形吼，迄都是政府有出力啦。因为魁北克吼变做伫咧加拿大内底一个敢若 pocket 安尼吼，拢讲法文的人较侪啦。但是历史上就是讲法文一直失势去吼。结局虽然宪法是规定讲加拿大是 bilingual country，
是双语的国家，但是法文一直拢真舒适啦。啊，上尾啊，因即个帕蒂克要报啊，就是因的迄个独立党赢啦，伫省的选举内底赢吼，了后伊随立法，Bill 101吼，就是讲魁北克政内底吼，敢若会使用法文啦。所以你即摆按加拿大入去魁北克的时阵，过迄个省界吼，所有的路标、所有的店名，拢总是法文啦。啊，拢物件拢总是法文，都袂使用英文就对啦。哦，啊，虽然有哪有英文的即个人口有人抗议哦，无啥办法。所以我感觉讲这代志哦，台湾就是还是都爱靠政府爱有迄个 political will， 啊，你爱立一个法吼，一定爱支持这台语的代志吼，才会紧啊。无你咱台语互压迫46年，伊45来台湾46年，伊就是有创迄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哦，都一直禁台语啊嘛，一直到96年，啊，迄中间阁有禁即个电视啦，收音机啦，台语节目、台语歌拢袂使，拢限1点钟咯啥，连黄文雄的迄款迄落啥，迄个啥物两起，迄个拍别秀嘛，拢禁嘛。哦，所以这就是魁北克的情形。你若讲伊的法文会当即马转来甲遐尼好势吼，最后就是因家己真钱吼，迄个独立党有赢啦。伊即马还阁定定咧修正哦，还阁一直咧立法哦，真侪 bills 阁一直出来哦，一直加强即个法文的使用啦。所以要讲起来，咱台湾无啦，咱民间当然爱努力啦，因为打压太久啊嘛，所以政府还是都爱出力啦，无你有影真学。这魁北克是一个真好的例啦，啊，伊嘛是捌即个公投2-3遍无过，伊的公投吼是叫做 Sovereignty Association 吼。就是讲无要完全脱离加拿大吼，伊就是讲外交军事备济 bills 吼，迄落钱啦吼，拢总要用加拿大的啦。啊，但是因就是要争取讲较独立的做法吼，安尼因的 referendum 嘛无过啊，所以伊还阁伫加拿大内底啦。所以为了台湾，就是讲，伊虽然还未完全独立出去哦，拢还无法度冲出去，但是人因有法度讲立法，讲台湾是做袂到，讲拢总禁华语啦吼，但是魁北克就是完全禁哦，逐项拢袂使，所以讲咱遮同乡哦，若讲要去魁北克哦，拢感觉真无信心啦，因为路标啊看无咧迄落有诶无诶解释拢看无嘛，敢若去外国共款啦。所以可能咱还是就是爱 push 讲看甲立法委员咯啥吼，即款诶爱按政府有哪爱出力才会使啦。我就是真。困难啦，但是民间毋通放弃啦，民间还是袂使放弃啦。感谢比如话你做这代志真好啦。好，感谢。好因为即马已经12点20几分啦，无咱就到遮来我也伤晏咱到遮来结束啦吼。大家发朋友来甲感谢一下，好嘛？感谢大家，嘛感谢今日
会当当甲遮换的学生甲迄个朋友来参加，多谢。好，感谢大家。